王爾德呢個人，我相信你都唔係第一次聽啦。咁的確呢，王爾德呢個人或者呢3次審訊響性別研究呢個議題上面，我解釋下先，點解今次揾Travis 過嚟傾咧？關於呢個戲咧，因為Travis 上香港大學，佢關心或者關注嘅議題都係關於性小眾啦，或者關於一啲性別研究嘅議題。咁所以亦都可能大家嘅幾年前都好幾年前啦，有一套電影《叔叔》，大家都可能有啲印象啦。OK， 嗰套戲香港都幾 hit 嘅。咁嗰套戲嘅原型就係江教授寫咗本書，係研究關於香港比較年長嘅男同志嘅一本書。咁所以係咯，所以咁樣之下就請咗江教授嚟。咁係咯，我頭先個問題係王爾德呢個人響或者佢3次審訊響性別研究議題上面有咩咁特別咧？有冇咩重要性咧？係首先即係多謝你嘅邀請啦，咁就即係可以即係睇到個劇本啦，同埋即係今日嚟到睇呢一個嘅話劇啦。咁我首先真係好多謝即係呢一個嘅邀請，咁同埋就真係好好睇啊！因為即係之前你同我講話差唔多3個鐘，我心話死啊3個鐘好似好長咁，但係頭先係完全唔覺咯嚇，因為即係劇力萬鈞啊，即係睇好緊湊嚇，咁我真係睇得好開心。多謝。咁如果你問翻即係王爾德響即係成個性別研究嗰個發揮咗一個咩作用，或者點解咁多人會研究佢咧？咁我覺得即係其實佢喺嗰個維多利亞時期，即係英國維多利亞時期一個咁樣嘅好保守、好虛偽嘅一個即係階級觀念好重嘅一個咁樣嘅氛圍底下，呢個咁嘅人物咧，其實係好自然地被好多人憎恨嘅。所以佢做嘅所有嘢，其實係喺嗰個環境底下嘅時候，其實係好 fit 翻嗰陣時嗰個即係社會對於性嘅保守嘅一個嘅指控，而佢係一個好好嘅一個人物，係被鞭撻嘅。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喺嗰件事當中嘅時候咧，即係深刻佢係變成咗一個受害者咯嚇。因為但係即係對於我嚟講，其實即係佢所謂衰啲咩咧？即係其實喺嗰個年代嘅時候，其實佢衰咗幾樣好重要嘅嘢。即係第一就係即係佢搞同性戀啦嚇，即係佢同男性發生性行為啦，跟住佢有一個跨代嘅一個嘅關係啦，係啦，因為佢比較年長，所以即係大叔啦而家嚇，咁即係同啲所謂小鮮肉啦。咁第二咧就係響同呢啲即係年青或者係即係特別係低下階層嘅男士嘅時候咧，即係當中係牽涉即係金錢啦。咁所以即係 in some way，我會覺得即係其實佢係已經即係犯咗好多即係嗰陣時個即係社會嘅一啲即係道德嘅規範，特別係同性或者性別有關嘅嘢，同埋佢本身係一個即係好 flamboyant 嘅一個佢本身都出位，係咯，係佢個人都係好 flamboyant，即係其實嗰種亦都係對於即係成個 masculinity，即係成個男性氣質嘅一個挑戰同埋一個即係侮辱嚟㗎嘛嚇。咁所以即係 in some way，我會覺得即係佢成個人物本身佢象徵嘅嘢其實係好 queer 嘅，即係佢象徵嘅嘢係好豪異嘅，係好另類嘅，係好挑戰嗰陣時嘅社會規範嘅。咁所以 in 呢個 sense，我會覺得即係佢即係成樣嘢，即係當然係個悲劇啦。但係成樣嘢係你會好明到嗰個環境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對佢呢一種咁樣嘅人物，對佢所做嘅呢啲嘅嘢，會作出呢啲咁樣嘅批判，對佢作出呢啲咁樣嘅鞭撻啦嚇。咁我哋又擺翻落香港嘅 situation 啦，即係嗱，我自問我自己80-90年代成長，其實我感覺個社會進步緊嘅，去咗即係由如果比較起個80-90年代，不過好得意嘅，有陣時你又覺得好似整體好似進步緊咁，但係去到某一啲時候，某一啲議題又突然之間又會退步喎，好似個感覺。係啊，對於我嚟講，即係其實即係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時間又好啦，即係其實大家對性都有好多好多嘅掣肘啊，即係我哋對食咧，好似會輕鬆啲嘅，相對地係嘛？即係你一個人食嘢啊，定同人哋一齊食嘢啊？你同啲咩年紀嘅人一齊食嘢啊？響乜嘢環境度食嘢啊？點樣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大家好似會寬鬆啲。但係如果頭先我將食變成性嘅話咧，原來其實響唔同嘅社會，唔同嘅時間，其實會有好多好多嘅掣肘咯嚇。你同乜嘢人去有發生性行為啦？你同幾多人發生性行為啦？同時地同幾多人發生性行為啦？你喺乜嘢環境底下進行呢樣嘢啦？好多好多呢啲嘢咧，其實都加諸於響身上面，令到即係其實唔同年代其實都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對於我嚟講咧，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掣肘同埋有好多呢啲咁嘅規範。而呢啲規範正正就係令到好多人會覺得即係身處於喺
喺一個即係唔係咁舒服嘅一個環境底下。特別如果我哋講性小眾嚇，即係以前嘅時候我哋講即係LGBT 啦，就係幾樣嘢，即係女同性戀者、男同性戀者啦，即係雙性戀啊或者跨性別啦。但係其實而家仲有好多㗎，譬如我哋有啲叫 non-binary 啦嚇，即係跟住 asexual 啦，有啲 intersex 啦，即係其實而家仲有好多係佢哋都會覺得即係響個社會而家嗰個嘅規範底下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嗰個生存空間未必真係咁大，佢哋或者佢哋社會上面對佢哋嗰個認識、對佢哋嗰個嘅接受嗰個程度咧，其實都仲仍然係好低，仲仍然係有好多嘅誤解。就算去到世界各地，有陣時有啲地方好似比較 open 啦，美國咁樣好似比較 open，但係換咗個當權者又可能又已經係另一回事，又係同埋即係頭先我睇即係睇即係呢套劇，我睇即係我最大嗰個感觸嘅位咧，就係即係有幾個好重要嘅感觸嘅位啦。一個就係記得Douglas 嗰個嘅愛啦，咁另外我最深刻，即係其實嗰樣嘢點樣帶翻嚟香港咧？即係其實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其實喺中國嘅歷史底下嘅時候咧，其實同性戀從來都唔係一個罪嚟嘅，即係中國有一段好短嘅時間咧，係將佢擺喺所謂流民罪入邊。但係其實咧，如果睇翻清楚流民罪入邊嗰啲嘅例子咧，其實冇擺同性。好多公安係都會用呢個罪咧嚟到去即係拉同性戀者喺中國大陸嗰度。咁香港係因為殖民地啦，英國殖民地啦，咁所以咧1842年當英國管治香港，將英國嘅法例擺晒嚟香港嘅時候咧，其實同性戀先至變成一個罪喺香港。咁其實香港一路以嚟都係 follow 緊英國嘅，即係譬如1861年嗰陣時咧，即係英國廢除咗即係對。佢嗰陣時唔係叫同性戀啦，即係叫雞姦啦 buggery 啦。咁嗰個其實係一個死罪嚟嘅。之前咁喺1861年我冇記錯，咁嗰陣時係廢除咗。跟住到1885年就係你套戲嗰個背景啦嚇，咁就即係引入咗呢一個所謂猥褻係咪？即係gross indecent 係啦，呢一個咁樣嚇，呢個罪咁樣。咁其實去到英國咧，喺1967年嗰陣時咧，其實佢就非刑事化咗。咁但係咧香港咧，其實之前嗰啲咁樣嘅死罪跟住廢免咗，跟住 introduce 咗呢一個嘅即係淫穢罪嘅時候，香港都一路 follow 嘅。但係去到1967年嗰陣時咧，當英國係去即係非刑事化同性戀或者同性性行為嘅時候咧，香港係冇 follow 到。香港去到1991年嗰陣時先至將即係同性戀係即係或者同性性行為啦，男性同性性行為啦係非刑事化，而嗰個係牽涉到1980年嘅一件好轟動嘅一件事件，就係麥樂倫事件嚇，即係可能大家都會有聽過。總之就係一個即係一個警察嘅一個警官啦嚇，咁佢本身有一個同性戀者，咁但係就即係因為牽涉到即係一啲即係政府內部機密嘅嘢。咁到最嬲尾咧，就係即係政府想即係告佢，即係即係犯呢個即係同性戀嘅罪。咁但係咧，佢就喺自己個住所嗰度自殺，即係打咗自己5槍，跟住就死咗。咁跟住好多人就喺度 question 緊，究竟佢係自殺啊定係他殺啊嗰樣嘢。咁喺嗰度嘅時候咧，其實好得意地，即係睇翻嗰陣時嗰啲文獻，同埋即係嗰陣時個即係調查委員會嗰啲文獻咧，其實亦都係同呢個 case 好相似嘅，亦都係嗰陣時亦都係話佢中意搞僆仔啦，跟住之後咧有啲僆仔又話即係俾佢搞咗，跟住之後有一個 case 咧就係嗰個僆仔咧就話俾佢阿爸聽，而佢阿爸咧就係一個警察嚟嘅。咁咧就即係將件事即係發咗出嚟咁講嘅，咁所以深刻咧有好多嘢其實牽涉種族添啦，因為好似話佢麥樂倫佢中意搞有華人嘅小朋友咁，所以又牽涉好多種族啊年紀啊。咁所以即係深刻你會覺得即係響即係好多年之前嘅時候，響英國即係1890幾年嗰陣時候，英國即係發生過一個咁樣嘅咁轟動嘅一件咁樣嘅事。咁但係即係深刻又響某一個位當中嘅時候，響香港1980年代嘅時候咧，其實有重複翻相類似咁樣嘅嘢咯嚇，咁所以我覺得嗰樣嘢其實對於我嚟講，反而係即係究竟我哋可以喺呢啲咁樣嘅歷史事件上面，我哋可以 learn 到啲咩嘢咧？好，咁我哋爭取少少時間，睇下可唔可以俾觀眾係啊，或者即時有冇觀眾有comment又好，問題又好，問我問江教授都歡迎喎嚇。爭取時間啦！如果係啊，因為我哋嗰邊有位觀眾舉手，係請講。劇中提到啦，咁黃義德嘅作品喺1920年就重新獲認同啦。到底係因為佢個文學性啊，定係大家同情佢嘅遭遇，覺得當年個審判係有問題？係啦，我就係想知呢樣嘢。我諗你佢冇
被1920年係佢個罪冇被平反嘅，被平反應該係去到你提到佢個作品係幾年新發行咁樣。嚇，咁但係我諗係件事因為啱啱判罪，我諗1890幾年即係風頭火勢啦，咁大家都要。咁我諗係而家呢個世界呢個社會，大家都知啦。你風頭火勢咁，大家都要靠邊站㗎啦。咁你一靠邊站之後，大家都要割席啦，即刻同王爾德。咁但係當你事隔咗10幾20年，啲嘢丟淡咗啦。咁的確，王爾德係佢嘅文學成就，佢啲作品係好嘅。所以到今時今日，都無論戲劇啦，或者小説啦，或者佢嘅詩同埋故仔，都仍然係會大賣嘅。咁所以。咁你有人買有 demand 就有 supply 㗎啦，就自然會係啦。好，仲有冇朋友有問題 comment？ 係呢位朋友嚟緊，俾個咪你啊。sorry， 係好多謝劇團帶嚟呢個演出啦，因為我啱啱都睇埋《死亡之》，我係先睇《死亡之吻》，跟住今晚先嚟睇。多謝多謝。我有啲好奇文本上咧，點解呢個冇羅斯？可能因為我先睇咗《死亡之吻》啦，所以我就會有帶啲嘅。係羅斯響頭先其實有出現過一次嘅個名，大家可能即係太快或者淨係一段就係冇留意。就係如果大家仲記唔記得，當阿王爾德攞到張卡之後，阿王爾德衝咗上嚟話：羅斯唔掂啦，我有俾人告啊，點算啊咁樣？佢就即刻寫咗封信俾羅斯嘅，但係我諗我冇深究點解冇，但係因為我諗歷史上羅斯。冇好似其他人咁樣，譬如杜格拉斯寫過2、3本書講王爾德嘅，咁因為好賺啊嘛，咁但係阿羅斯我唔知係咪因為佢太愛王爾德啦，佢唔願意將佢嗰啲私人嘅嘢啊咁樣公諸於世，咁所以我印象中羅斯係冇寫過啲乜嘢係講公開地發表嘅一啲嘢係講王爾德嘅，咁所以而呢個戲因為係一個紀錄劇場，我一開頭佢嘅個台詞都講所有嘢都係有根有據嘅，咁所以歷史文獻即係因為當佢哋呢個劇團即係我個原著劇本去做嘅時候已經係1990幾年嘅事，咁所有當事人都死晒，咁佢哋冇得訪問當事人，咁所以只能夠從一啲歷史文獻去剪輯埋成為呢個戲，咁所以就揾唔到羅斯嘅嘢咯咁樣。咁但係的確羅斯係如果冇睇《死亡一吻》嘅人，可能冇乜印象，淨係靠嗰句羅斯係其實第一個同王爾德發生男性關係性關係嘅一個嘅。後來就算發生咗關係之後，阿羅斯同阿王爾德冇在一齊之後，佢都係羅斯係一直都守護住王爾德係一個知己咁樣嘅角色嚟。咁所以喺《死亡一吻》嗰個戲咧，我哋啱啱之前讀劇讀過個戲咧，羅斯就幾重一個好重嘅角色嘅。好，仲有冇朋友有嘢講有問題？前面有位朋友，後面都有嘅，不過等一等啊。多謝兩位嘅分享同埋安排啦。其實頭先一路睇嘅時候，個腦咧都諗緊好多嘢。咁其中有個問題咧，都純粹係一個疑問，想問下兩位嘅睇法或者意見啦。因為咧頭先喺劇中咧去到所有嘅演員啦，其實都係男性咁樣。咁去到演繹一啲女性嘅角色嘅時候，佢哋會有啲即係可能譬如話變聲啊，或者啲反應啊。咁可能大家都會有啲笑嘅笑聲出現啊，咁我咧就諗呢個係純粹因為嗰種誇張嘅演繹，令到大家覺得好幽默啊，定係大家對於男性演繹一個女性嘅時候，嗰種呈現好分離，或者係一個點樣嘅係啦？嗰種笑係因為啲咩原因呢？咁所以咧，我睇嘅時候就都會牽動到就我對於gender 嗰個 stereotype 嘅一啲想法，或者呢個社會大家點樣睇頭先嗰種演繹，或者係啦佢哋背後有啲咩 value 咁。咁我就延伸到想問係兩位對於呢個劇，或者係你哋想呈現嘅效果，其實有冇對觀眾都有啲期望？係希望大家會諗到關於啲乜嘢會諗多啲啊？或者係好 specifically 頭先呢種嘅狀況又會點樣去interpret 咧？咁樣
係。咁我首先答當然帶呢個戲過嚟咁計，我自己都有感受啦。呢個戲咁尤其是12年前做過，點解今時今日再做咧？咁當然其中一樣嘢，我諗呢個係首先係一個我覺得好嘅戲啦。佢令我睇完都有好多嘅反思嘅，即係我諗一個社會點樣對一個小眾或者點樣對一啲無論身份各種唔同程度上面係備受壓迫嘅人，點樣去以法律之名去壓迫一啲人咧？咁我諗呢個好強感受，尤其是我自己都係唯有一個藝術家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啦，咁所以想再做呢個戲，當然都希望引起大家嘅一啲思考啦。咁至於前者你問話點解一男人扮女人就會好少？咁的確係嗱，我冇做過研究，但係你的確係喎，你發覺男人一扮女人咧，就永遠係即係TVB 嗰啲戲，TVB 嗰啲遊戲節目咧，你永遠係見到啲明星走出嚟扮女人，即係佢哋諗唔到方法就諗呢啲方法，就用啲招啦，就係咁我冇做過研究，或者唔知有冇江教授有冇人做過呢啲研究㗎？唔係我睇即係譬如女人扮男人，就大家覺得冇乜嘢，就因為即係成個社會即係一個講法啦，就係成個社會都仲仍然係一個即係好父權或者即係好男性主導嘅一個社會。咁所以你做一樣嘢係其實係個社會認可咗嘅話咧，其實就冇乜大分別。咁所以即係譬如好似即係女同性戀者咁樣，即係譬如 lesbian 咁樣，即係或者即係女性，如果你係 more butch 嘅話咧，其實你唔會係好受好大嘅一個壓迫。但係男性嘅話，因為個社會其實對男性個要求係大啲，就係你要有某一種嘅形態。咁如果你顛覆咗個形態嘅話咧，其實你受嗰個批判係大啲嘅。咁所以即係喺個社會上面，即係點解女性化陰柔啲嘅男性係成日都俾人去嘲弄啊，或者有好多嘅霸凌啊？其實對於我嚟講係因為即係成個社會都仲係側咗喺埋一邊咯。好，下面呢位朋友係請個麥嚟緊。先朋友提醒咗我，就係嗰個昆士比利侯爵公爵啦，佢鬧王爾德廣東話用咗屎忽佬啦，但係原來英文係蘇度米嘅。咁因為所多瑪人咁，跟住之後我就諗起，咦，薩德侯爵咪係寫所多瑪的120天嗰個原著咁樣咯。咁我睇咗《撒旦狂筆》嘅，咁所以我都好佩服，就係我12年前做咗呢個王爾德啦，跟住之後就一個public figure 啦，咁佢嘗試去唔掩飾自己嘅性取向，去挑戰呢個社會嘅權威，但係佢為咗自己嘅聲譽或者為咗佢嘅理想，佢深刻佢都要喺呢兩個之中去選擇，即係有個理性同感性嘅掙扎。Whereas 薩德侯爵係完全冇呢種so called 理性嘅考慮，佢冇諗過自己係一個可以出翻精神病嘅 public figure 啦。咁就想問導演，究竟你喺兩個創作兩個作品寫嗰兩個角色嗰陣時候，有咩心路歷程咧？即係有冇覺得寫侯爵係或者演繹侯爵係簡單啲嘅，或者係演繹王爾德係簡單啲嘅咧？首先想澄清下，撒旦狂筆咧唔係紀實劇嚟嘅。實際現實嘅薩德侯爵咧，佢係後來佢唔係死在獄中嘅，sort of，佢嗰個戲，所以個現實嘅情況係有啲嗰個係即係基於真實嘅一啲創作啦，嗰個戲。咁至於你話個心路歷程，我諗我關注嘅係兩個，即係我有感覺嘅，佢兩個都係藝術家啦。咁 sort of 即係當時後來而家啲人都覺得薩德係藝術家嚟嘅，佢寫啲嘢。咁佢哋嘅遭遇係嗰個戲都係借薩德去挑戰緊，去講緊一啲藝術嘅有冇 boundary 有冇界線嘅咧？藝術呢樣嘢應唔應該被框住咧？嗰樣嘢有咩框可以框得住咧？咁我諗呢啲議題都係相關嘅。今晚呢個戲呢啲議題係相關嘅，咁所以即係係咯，我諗係咯，所以都促使我想再做呢個戲啦。好係最後兩位朋友或者嗰位朋友講先，我一次過聽晒兩位朋友嚇，然之後跟住一次過答。嗰度有一位朋友舉手，係。係多謝你哋再公演多一次啦。咁我第一次睇，咁其實我讀 English 嘅，我本身都好中意呢個王爾德先生。咁我想問呢係因為我覺得王爾德佢有一種
除咗才華洋溢之外啦，佢經歷咗咁深刻、咁多痛苦嘅教訓，或者咁多千錘百煉咧，佢都有呢一種瀟灑灑脱咧。即係對比翻，即係可能伊底帕斯王佢刺盲雙眼嗰種靈魂嘅高貴性係唔同嘅。即係我想問係如果你哋呈現翻呢個王爾德先生嘅時候，想參考下導演，你係點樣可以用呢個紀錄劇場嘅形式去呈現？或者如果我有興趣想買個劇本再分析嘅時候，可以點樣消化去吸收得好啲咁樣 ？Thank you。係，我一次過聽埋呢位朋友先，我一次過答。我覺得呢出劇真係好感染到我啦，同埋即係好多謝，即係帶俾我哋再。其實我係一個白紙嘅，我係完全冇 research 過，我淨係睇個標題我就已經好想睇嘅。咁但係我真係主要想問啦，王爾德嗰個演繹咧，其實好震撼到我啦。由一開始好似好 flamboyant 咁樣啦，好有自信啦，直至到去做最尾係好控訴。但係我覺得佢演嗰個係好複雜嘅一個expression 係笑同喊之間。我想知道係咪點樣設計出嚟，即係點樣 bring about 一個咁樣嘅演繹，同埋嗰樣嘢我係從來未見過係做得咁好嘅。咁所以我真係好想知道背後嗰個設計係點樣咯。有少少相近兩位觀眾講緊啦，係啦，我諗首先王爾德我諗佢到最尾其實佢唔瀟灑嘅。佢嘅瀟灑，佢頭先話佢2年之後出翻嚟咧，佢其實都好多怨憤，好多咩嘅。你睇佢最尾個首詩，最尾寫個首詩咧，佢亦都再寫唔到佢啲劇作，佢冇再有戲劇創作。當佢坐完監出嚟之後，因為佢啲戲劇創作就係最用一種最輕浮嘅態度去嘲諷呢個世界，但係佢自己笑唔出㗎啦。咁當佢坐完監之後，所以佢其實一啲都唔瀟灑，只不過佢個人就係咁咯，佢幾咩個人性格就係咁啦。佢去到幾盡嘅時候，佢都嘗試，你可以話強顏歡笑嘅。咁但係佢個人性格係咁咯。咁至於你話點樣做到呢個層次，咁就係要靠全軍啊！佢咁多年嘅演技我諗就千錘百煉咗，向呢一刻交就俾咗我啦，咁好多謝佢啦。係咁，但係至於你話個劇本係啦，我諗好難一言兩語嘅呢個交代。有機會如果你9月14號嚟再傾啊，又或者之後有機會我哋再詳細再傾啊。OK，咁係啦。我頭先即係我少少補充翻，即係頭先嗰個同學唔係 sorry 當教書。頭先嗰個朋友講，即係其實 sodomy 即係雞姦嗰個，即係其實嗰個 definition 咧，即係其實係好模糊嘅，因為其實嗰個講緊好多種唔同嘅性行為，其實講緊肛交，但係講緊男同男、男同女人，亦都講緊人同埋動物，即係男人同動物，或者女人同動物。咁所以其實講緊好多種嘅可能性嘅。咁但係即係嗰陣時，即係英國就會用一個咁樣嘅法例嚟到去，即係主要就係針對即係男嗰個性行為咯嚇。咁但係其實入邊當中係包含咗好多唔同嘅情況喺嗰度。咁所以令到嗰個字眼本身咧係一個好負面，亦都係好即係點解去成你套戲成套戲講嘅，哇！即係好邪惡啊，好猥褻啊，好乜？就因為嗰個字對於人嚟講咧，provoke到好多好 negative 嘅嘢。就係因為咁樣。係啦，咁唔好意思啊，真係我哋因為要交場啊，係啊，咁所以如果有興趣再繼續詳細啲傾嘅，9月14號禮拜日5點鐘再同我哋再詳細傾啊。OK，多謝 Travis 今日，多謝晒。